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新。讲到罗西亚普丁，即摆咧想啥物？征兵30万，伊是咧算啥物？不准武器摕来喊，敢是找伊15无理法？小骂小拍小养，甲制裁拢毋惊。中国、印度甲婆婆佮探探。美国总统4年教轮，讲甲是义薄云天，敢是顾家己较有影？今仔日开播来看咱台湾是要安怎行？首先，咱来小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连丰仪连院长。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呢是咱资深的军事记者桂鸿忠桂记者。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蒋志东蒋研究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咱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教授张国成张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讲到这个罗西亚呢，已经烧前8、9个月，到底要整到当时？听讲又过来征兵，讲到这个征兵哦，出现了一个现象哦，尤其是罗西亚示威出了这个代志，因为公布了军事动员令啊，除了征兵30万，对着拒绝征兵或者是交战的时阵，自愿投降啊，讲要来判党刑哦。那么而且呢，在国内也引起了抗议。顶礼拜呢，一夜之间就700几个人被逮捕。到底来看卖。俄罗斯颁布军事动员令，在全国真侪所在引起示威潮。把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超过100人将一条高速公路围篱。根据俄国媒体报道，警员想要对抗明称黑警示威者，有人向前甲警方理论。另外，会当看到有人直接互掠走。今仔24暗，就有大约740人互拘留。总统普廷下部分动员令，是自从世界大战以来的头一摆军事动员令。征调30万欧美军人前往乌克兰前线，引起民众反弹。圣彼得堡、莫斯科市中心，拢有民众甲警方对抗了后，被逮捕。另外，征兵官员向错误的对象发送征调文件，一寡无军事经验，也是已经过征兵年纪的男性互征调，也造成不满。这个动员令对逃兵甲自愿投降者分别处上关10年甲15年的重刑。而是迄天，俄罗斯甲乔治亚的边界大约都有2300台的车辆排队等跨境，因已经排队排3天啊。Всем подряд, то есть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кому придет повестка завтра. 事态发展到这，是因为俄罗斯最近在战事卡书面，部分分析家认为俄军后勤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俄语向俄罗斯民众发声，表示因的总统是调讲予大家去丧事，佮呼吁俄罗斯部队投降，乌克兰将文明对台。到伫泽伦斯基发出言论的时阵，克里姆林宫伫乌东甲乌南控制的4个地区举行立俄公投，冲突再度升悬。公视新闻黄云林编译。咱转来到现场啊，首先来看吼，这个普丁啊，伊咧讲啥啊？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确保我们国家与解放区人民的安全，我认为有必要支持国防部及总参谋部关于在罗西亚举行部分动员的建议。我再次强调，我们将将尽一切所有，迄寡要使用核武来甲咱勒索的人，应该知影，这个方向在转向人。来讲到这呢，伊佫讲部分动员，而且是30万人。30万人这个概念嘛，那是以咱台湾来看，迄人是真多哦，吼，尤其咱台湾查某人，那算讲900万成年人，有这个8亿也是咧现役，30万人是真多。那对罗西亚来讲呢，院长你安怎看？我想吼，伊即摆讲的即个局部，也是讲部分的动员吼，伊的官方的讲法是讲是针对遐已经过去、已经有做过兵的退伍的，甲迄个就是
支原液的这个冰，所以呢，一般伊这是个官方的讲法，但是你即马无来食。但是即马看到影片拢是讲啊，甲恁四界吼去掠冰啊、掠虎啊，来这个做来。就种掠来了，就叫你去前线来做兵啦。这交易的官方的讲法是有两种无共款的情形啦。所以咱即摆要观察的，就是讲是毋是像伊官方讲的，就是干那遐个调动遐个，还是征召遐个，即个已经过去是自愿役的，就是讲已经做过兵的，迄个是咱看的迄个重点嘛。啊，30万对伊来讲，反正伊的后边的部队200-300万人啊，所以。毋是无差，对，无差，毋是足大的数目。我之前有电话甲张教授有讲过吼，张教授的意见是安尼讲啦，讲吼，这30万人吼，真侪拢是乡村草地所在的，无就少数民族。张教授，敢是安尼？其实拢有啦，但是即马一调兵吼，其实是经过罗西亚社会吼战争继续落，还未结束，所以咧。爱开始，大家爱有战争的准备，所以有动员。第二咧，开始动员吼，就代表吼未来吼反对政府吼战争啊是其他决策的人吼，有可能哦，假设你符合这个兵役的义务的条件吼，你可能优先调。哦，所以咧，这嘛是一种统治的技术啦。哦，这是也是种政治手段了，对吧？对，嘿。哦。这另外一方面，我要来请教着洪忠吼，伊这个罗西亚，伊这是60年以来头一摆下这个动员令吼，小弟要请教这个从研究员啊，洪忠你安怎看？因为咱来看历史吼，可能包括连教授来拢真熟，张教授拢足熟的。可是这二次大战的时阵，因迄阵叫做苏联嘛，因为是其他的这纳粹去甲拍，啊前提条条去甲拍，咱来讲吼，为柏林来讲吼，柏林来讲，这1000多公里，要2000公里。啊，因为那个纳粹占领这波兰拍过嘛，1100公里。100公里啊！1100公里，所以1000多公里远，你去共拍，参你即摆咧守，无共款。吼，这攻守都换位啦。过去的苏联是咧守嘛，是纳粹来甲我拍，吼，德国来甲我拍。啊，即摆毋是呢，即摆是苏联变成罗斯亚走去共拍。啊，你占4地，这4地内底，咱讲吼，莫讲去搁去出来拍，你个收这4地。收掉。你讲收这地就好，边仔这边界吼，你对向这乌克兰这边的这个防线，你甲偌济人？啊，我是一个观察来讲，我用人吼，甲武器起来换，什么意思呢？你即摆看吼，旧年。咱拢今年2月的时阵，一开始哦，罗西亚这包括这顺利回弹吼，哇，拍到乌克兰规个全国拢着安尼吼，拢着火安尼，将密密麻麻呢，啊，落尾慢慢拢减少，啊，即摆咧，可能吼袂爽的时阵，感觉讲，哎，这个城市你要输去啊，我个赞两粒，拍伊什么小屏幕啦，吼，拍什么停车场啦，什么乱个拍，啊，拍了2粒无啊，伊讲，我这是吼，这个教训一下。安尼，所以这个信号是讲，迄30万人，咱莫甲算去100多万的这正规军内底，吼，咱甲算个是后备，后备的才来起来要创啥？可能去顾遐的，吼，挖一寡那个散边坑吼，建河啦，吼，去遐做工事，啊，佮顾尔吼，我无叫你拍，啊，真正拍是头前，真正是正规部队，啊，这100多万人啊，拖到再快的所在，其实嘛无偌济啦，我讲真诶。所以变成讲，可能就是因为伊的武器无够啊，我客人来讲。实在讲，这30万人吼，压落去吼，啊看无呢吼。唔系看无，但是伊客人吼，我像讲安尼订票吼，吼讲咱10公尺放一个，还是讲200公尺放一个，还是2公里放一个，即看伊安怎用。只是讲表示讲我有占领啦，吼，我有占领，但是真正要拍的时阵。咱搁较好啊！这咱就要请教授啊，伊这是安怎摆？这30万人是要压去前线，还是咧顾这个顿内刺客？伊遮已经共占领的所在，伊这边咱来处，而且这30万人敢是欢喜甘愿？这研究员，你安怎看？当然嘛无甘愿啊！吼，你看，
你看迄电视，伊拢翕着啊，拢安尼用拖拢无啊安尼。其实吼战争啊吼，到即摆拍到即摆要超过半年啊。即摆有3个问题啦，咱若为伊的动员令吼，普丁这咱先来看。迄头一个就是战事啊，真正对俄罗斯不利。吼，规个咱会使安尼讲。不利到什么程度？本来讲，我正规部队来拍的，按即马看，那就无够，所以搁要部分动员30万。按30万，即马伊动员啦，吼，咱看迄，伊国内伊敢毋是讲本来拢足支持普丁去休战，去侵略俄罗斯。啊，毋过你看即马征兵才30万尔，就安尼跳甲安尼靠甲安尼，啊，所以讲啊，吼。伊这个就是讲头一个，就是讲伊在拍这个为何而战吼，这真正因迄国内老百姓，心态出了问题。对，心态无跟以前无共，像以前斯大格林勒吼，迄是国土保卫战啊，吼，我是为我的国家在拍，我毋是讲我的家庭，我毋是讲要侵略别人，还是安怎？啊，所以讲头一个吼，这个德国内一个战争的正当性吼，正当性。有出问题啊！这头一个。第二个，你看，普丁其实吼，伊这个那像是核勒索咧。伊讲，阮爱穷尽一切所有的，迄试图要甲阮核勒索的人，即马知影，即马方对因迄兵器，迄是啥物意思？核勒索即马你要较注意哦。讲无的确就是你要注意，我俄罗斯会用核武，我只观光炮的。对哦，即马其实吼，西方国家因都足担心，普丁若输下去，狗急跳墙，安伊会用核武来，就是来讲惊遐迄逼核啦。伊即马吼战争的重点吼，就是乌东啦，伊都迄30万重点是伫遐，就那像。咱克劳塞维兹吼，迄西方的兵圣，伊就讲啊吼，战争有3个目标啦。头一个就是对方的部队啦，要甲歼灭，好，弄台游戏。对，第二就是占领主要的一些土地甲首都。第三就是伊的邦交国啦，会甲斗相共，主要是这3个啦。好，所以讲咱照即马看，本来大家讲啊，俄罗斯可能一开始可能想讲要政权转移，甲乌克兰总统甲换掉，换因亲俄罗斯的人，上尾安尼拍到即马，那像，这也无完成。对啊，你看，咱看迄电视节目，啊，搁为北韩买武器，啊，你就知影伊即马状况歹到什么程度？即马战争啊，吼，我睇第3个吼。战争有2款啦，一款叫做消耗战，一款叫歼灭战，看要拍倒一款。本来俄罗斯想讲，想要拍歼灭战，几乎对，啊，不过无啊，即马变成消耗战，即马就看上撑得久啊。照安尼来看起来，乌克兰士气高昂，你看做兵嘛，无讲像用靠安尼啦，像。唔知靠啥？干那俩兵啊！战斗民主呢？战斗啥嘛？对嘛？我跟咱的印象拢无共。所以我为头讲的这3个吼，其实伊即马的规个战术目标就是巩固占领的部分，然后逼和乌克兰。先调。对。老师，你头讲有这个核子武器吼，核子武器啊。议长，你敢要认为讲有用这个核子的武器的可能性？伊要用啊，唔用，在伊一念之间啦。但是咱来看伊的是毋是伊上重要的迄个利益，已经无法度收掉啊。啊，我对较多大家来宾的迄个意见吼，我的想法就是，伊即个公道4地嘛，就是4个州嘛，伊就将兵兵对外口讲，这4地就是我要爱的，所以我摕遐核子武器出来。恁这4地，那互我下落地啊内底，啊，这核子武器咱就免用，收起来，我就收起来。啊，恁若连这4地都无互我下落地啊，吼，啊，咱就大家来看，吼，啊，所以这真清楚。当然西
西方的想法无啥共款，因为这乌克兰的啦，我想连乌克兰的政府可能伊也唔甘愿啦，吼，所以即马目前就是咧看讲，即马到底你要互伊死地下落地啊无，还是要你啊？这嘛是爱小输啦。你会讲今仔伊啊，正是我互你摕3地，你会用核子武器无？对吧？伊上好的普京上好的拍算就是4地拢收起来啦。若减一地，减一地伊会用无？这所以主持人讲的，这就是伊的一念之间嘛。有当伊感觉讲好啦，反正3地你也落地啊下小下调，安尼嘛不要紧啦。伊另外问安尼吼，是咱咧想讲吼，在顶世纪吼，中国迄阵中国共产党啊，伊讲吼，只要核子，不要裤子，只要核子不要裤子，迄种政权吼，小可无理性，吼，我一直要赢，我甲你输，互你输到底。哦，但是罗西亚敢有必要用甲安尼呢？洪总，其实咱来看吼，伊本身做的这战略的迄个 option 吼，选项吼，有这半年来要拍到明年个变一年后吼，咱若倒头算倒就讲，啊，普京是一个无理性的人，伊无可能等到一个月、2个月、3个月伫咧落，再要选择讲要来考虑用核子武器。你认为无理性？因为伊即马要用的吼，大部分是毋是迄全面性毁灭的即款核子武器，是较细型的，威力较小。包括你讲一个城市吼，包括外国媒体替伊算讲，伊一个城市差不多包围差不多30公里、40公里大的这个城市吼，差不多要用20粒。伊大头吼，大头嘿，因为拢较细，会较细粒的，就是讲要杀人用的啦，吼，伊毋是讲我讲基辅甲搬到暖，毋是，伊是可能我要杀这部队，啊，当然一寡建筑物吼，较烂的倒落啦，吼，啊人会死，但是伊毋是要安尼全面是毁灭。所以你认为伊也是还小可有杂安尼？因为伊想要摕乌克兰，伊毋是要毁灭乌克兰，这是无共款的。我也要毁灭你，我个无要紧啦，拢压出去啦，哦。啊，譬如讲，我譬如讲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那个 two boys 落落去，迄个日本，迄算做毁灭性的吧？但是吼，迄是比咱拄仔即摆咧讲的这战术性的吼较大一撮，好，较大，其实较大的。钟老师你认为？即摆吼有2种，所以无流行迄大的，因为大的吼弹出来个意思讲，咱拢。做伙死啊！地球无人类无要紧啦，迄个情形，迄无共款的 option。啊，钟老师你认为呢？头拄讲的是战术核武啦，吼，咱战术核武一般是用在战场上面，迄部队，好，譬如说，你部队若结合，好，伊就要弹，还是讲像迄航母战斗群来，伊要弹，迄，所以讲伊迄目标。是迄部队，吼，毋是讲要一般兵民，嘿，都像迄其实你看2次世界大战迄2粒，其实迄弹落几十万呢，死几十万人呢。迄是开地图炮呢。对，所以讲，我头拄仔讲啊，吼，咱若看伊这讲核武，伊这其实咱若读足清楚的，伊是讲即马要较注意我的核武，我嘛是有核武的哦。好，咱看伊其实伊就是安尼讲啊。核武即马要对恁啦，其实我就讲，伊的目标，咱讲核武吼，其实核武毋是讲真正，核武自从2次世界大战出来，吼，美苏冷战，因在吼整的时阵啊，拢是惊吓住啦，毋是讲真正要用。啊，所以有人就讲啊，核武出来，战争都袂拍咧嘛，你小战就无理性了嘛，你想要讲像克劳塞维茨讲啊，战争是政治的延长，这就无合理啊嘛。你有核武，我嘛有核武，即马较歹势就是乌克兰无核武啦。所以讲，伊即马这就是普丁拍到即马消耗战，伊头一个啦，头院长讲的，伊的核心目标是伊的政权嘛，伊输袂起嘛。伊这个输袂起，所以伊讲嘛，我会用尽一切手段嘛。所以讲，伊这核武，我在想啦吼，伊这乌东，我讲这乌东吼，这系列用核武
可能真正拍袂过的时阵啊，伊可能等袂等啦，袂等，会甲 blackmail、甲黑函啦、甲惊啦，惊对，甲把乌克兰甲西方国家逼乌克兰上谈判桌啦。哦，是要叫伊上谈判，对，谈判的。对，按来听见，当然你听见，迄拍到即马，伊当然爱有民主和落台啊。伊若无好，伊若迄个民主伊感觉无够，上少伊袂使甲国内交代，这无够。不过即马咱来看，伊可能迄目标就是乌东的，伊即马占领的区域。至于迄4个、摕几个，这可能我把它见。所以他到这3位吼，那我来问张老师，这3位所总结起来，第一，普丁这个人好民主；第二，我一定要对国内要交代；第三，我来逼乌克兰要上谈判桌。所以我这个核子武器是放在落地下来，摕一个，甲摕一个。张老师安怎？基本上我同意啦，吼，因为伊有核子武器吼，伊是伊上大的这种手头的物件嘛，所以咧，这个乌克兰家己嘛无嘛，所以必要的时阵提出来迄件吼，这种可能性是真大。但是咧，其他理由吼，比如讲，伊这战争吼拍袂落，伊袂当甲国内交代吼。即马战争还袂拍到1年吼，伊会当甲国内交代啦。因为对罗西亚人来讲吼，历史上战争拍足久的时代是足济。伊毋是见到民族，亲像伊去拍阿富汗嘛，拍足久的嘛。拍遮高档咧，对，拍高档嘛。然后伊即马足侪理由啊，即个外国啊、美国啊，即种的欧洲的资源嘛，咱对抗的不只是乌克兰，这咱印是对抗。象型改观哦，咱见到民族应该是真厉害，个拍咧高档。但是伊即马已经教育伊国内的人民，就是讲，咱即马对抗的是国外地方的这个帝国主义嘛，所以境外势力。境外势力，所以伊常常咧讲吼，伊即个核心利益已经受到威胁嘛。伊常常对个教育嘅人民，就是讲，咱即马伫领受美国伫欧洲，而且美国、欧洲有即个制裁嘛。所以咧，你教育人民讲，这真正伫领是伫遐，人民会相信啦。所以讲，伊即马吼，虽然咧，伊即种教育人民的方式足歹啦，即种独裁国家吼，拢是洗脑啦吼，这是，但是咧。伊即马到讲，已经民主拢已经写了，讲已经无法度拍。是有效果比有道理较重要。对，就是讲，伊即马已经还未到讲，伊民主已经写了，无法度甲国内交代。所以咧，歹嘛是好，就是伊即马民主，伊感觉伊会当维持哦，伊就袂使用核武来威胁。哦，所以这讲实在嘛是足悲哀的代志啦。哦，即种独裁国家吼，新闻啦。网络啦，拢受到政府的控制啦，所以咧，无一定的，无可能足侪的罗西亚人民啊，以为吼，这个战争吼对罗西亚是有利的，吼，咱是常常的胜利的状况呢。咱个边块来报出来，的确99%拢是这种消息。所以咧，伊即马吼可能还未面对吼，就是爱向国内交代的问题啦。国内讲无一定，大家拢都支持啊。嘿，这我也想要请问在座吼3位吼，啊美国咧，美国拢都点吗？美国若出声，美国出声对着因国内的影响敢有？还是讲美国安尼讲甲义薄云天，哦，讲甲会飞天遁地，啊结果是安怎封疆的？我举一个例啦吼。前几工吼，我论文拄写了吼，放松一下，看一个迄个 Netflix 的电影，老电影叫做《Charlie Wilson's War》，咱中文翻做盖世奇才啦。意思是讲，过去美国一个国会议员叫众议员叫 Charlie Wilson， 啊，伊迄时阵就是看到讲吼，苏联去拍阿富汗，啊拍甲因感觉讲爱救啦吼。啊，当然有足侪人去影响伊啊！伊本来是一个花花公主啦，本来无啥咧在意遮个代志。啊，落尾变做啥？因为伊吼，伫美国个国内政治吼，含人交换足侪条件的，啊，伊拢替人投票。啊，即摆伊伫军事委员会、秘密外交的预算委员会内底，伊3个委员会重要，伊拢是。伊拢共稳啊！伊拢伫内底。啊，所有人拢爱救伊。啊，结果伊受到真侪人甲鼓吹讲，已经爱去救。阿富汗人民吼，爱救济人民吼，所以苏联是弯落的罪魁，咱给他拍倒。所以第二个假威胜、假秘密威胜，
去卖武器，想办法一开始拢买迄罗西亚因家己做的，因为惊叫人知影讲比美国后壁咧签约，吼，惊讲是 CIA 互因的，所以一开始拢去买，包括连以色列啦，吼，什物有埃及的国家的武器拢甲买去，啊，这就足成即马美国在乌克兰做的代志，只是伊公开化尔。所以咱来比较吼，讲这20年、30年过去，但是咧国际情势、大国之间咧耍的物件，其实足像的。只是讲美国即摆吼决定讲，因为伊无度搁退啊，伊也搁甲罗西亚让步搁让伊，对中国也搁让伊。我跟你讲，美国吼可能毋是敢会变得讲吼，毋是敢讲讲笑话尔，伊太平洋这边吼真正当让去。过来个歹啊！对于所有来讲吼，伊是和普京无共款咯。钟老师在笑，伊和普京无共款啦，伊要回应伊的选民啦。普京即马是控制了。咱咧讲美国总统是李教伦啦，是啊，我即年出了无我的代志。是，吼，钟老师伊看法。拜登无效啦。你看伊即个伫台危机，你就知嘛。伊航空母舰都相当远远的，都唔敢挖过来。伊挖过来，阿强啊，敢敢拍？唔敢啦。但是伊嘛唔敢挖。伊嘛不爱嘛。所以讲，其实吼，咱若注意今年年初的时阵吼，联合国迄有个常任理事国，因都有一个共同宣言，即头一届，阮5个有核武的国家要修正。这就是讲，当俄乌战争一开始，北约因就讲，我袂派兵。啊，袂派兵的时阵，咧当然咧，钟老师即个讲法，敢若人咧拍麻将的时阵，咱讲咱无输无赢吼。伊咧插花啊尔啦，敢若插花啊尔。插花啊尔啦，吼，所以讲，伊真正，我真正甲你讲，伊真正若普丁行到上尾啊一步，反正伊的前提的我袂使输啦。歹势，我袂使输啦。我袂使输，我那袂使输，我若传统武器、传统战争，我拍袂赢你，我就用核子威胁嘛。你若无，我给你断，买无？这已经毋是讲大家理性，这是伊的理性啦。这是伊的理性，伊的实用理性。即马你讲美国啊，敢真正会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因应伊的核武威胁、核武战，我你无可能的代志嘛。伊连派兵都无爱，那可能讲那要核武，冒着核武威胁。你即趴咱小弟来问讲，到底那阿强啊来甲咱拍，伊到底美国人会来？我先请教议长哦，你讲有同意钟老师的看法？伊这安全理事国这几国，大家讲咱莫用核子武器，啊，结果罗西亚就开始咧用，吼，还是咱开始咧嘿。这到底是讲假啊，讲真的呢？我相信普京是讲真的啦。啊，我较早已经讲啊，就是我嘛同意这研究员讲的哈。你要先，我是感觉不管大家想要安怎，你要先对你想伊咧想啥，啊先啊你有同意无同意，迄另外一回事啦吼。啊，伊就是即马到这个抗战嘛，伊就是袂使输啦。啊，所以我较早讲伊的牌嘛已经拍出来啊，就是我公道这个所在，我要爱啊。啊，大家你要同意唔同意，恁家己看。好，啊，恁若唔同意，结果要搁用这个武力，吼啊，我反正我万一啊我输，啊我的核子武器我就摕出来。啊，万一恁若同意，啊我就收起来。好，啊，即摆牌我是感觉啦，我家己的看法，伊已经甲牌拍出来。啊，看你西方，你有要同意？你要接球啊，袂接球？你要同意也唔同意？吼，你家己看。吼，啊，当然乌克兰伊这是伊的国土，伊当然伊无法度。接受嘛，寸土不让啊。对啊，但是即马就是西方要供应伊的武器的国家，有要搁继续供应伊武器无？我感觉观察点应该是伫遮啦。是。啊，较多即个研究员有讲嘛，吼，伊讲拜登啊，拜登即马对即马开始就是一个观察期，看伊有搁继续像进前安尼哦，搁供应伊武器，供应伊武器。个人意见哦，供应伊武器无？这就是一个看点嘛，对无？吼，因为随时拢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点，咱拢是爱做者啊，有一个足侪长点，啊，你即摆这就是一个点嘛，就已经出牌啊嘛，伊出牌啊嘛，你就看你西方，你看对啊，你看要安回应嘛，你看西方安怎回应？咱先来看这里国内面吼，
看这个拜登是有效也无不好啦吼。伊吼，咱来看安全理事会内面吼，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美东时间22号召开着会议来讨论罗西亚要拍乌克兰的战争。那美国这寡西方国家嘛是讲甲义不分天啦，讲哦，你这责任完全拢是罗西亚，所以会继续用武器来援助乌克兰，对着乌东啦、顿巴斯啦，还是扎波罗热啦、赫尔松这4个地区啊，来进行的这所谓的这个公民投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联合国每一个成员拢要来否决这个假公投。绝对要来输出来处分，咱来看卖。乌克兰当地时间2日，公投的行动是正式开始。除了各地是设投票所，街仔顶嘛有志工在宣传，希望民众会当参加公投。Россия вообще,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наша родина всегда была, если на то пошло. И без нее просто нам больше не с кем оставаться. Украина нас кинула давно. 但是，听乌克兰的欧美国家早就认定5举族群任何自决的行动拢无合法。Every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ject these sham referenda and unequivocally declare that all Ukrainian territory is and will remain part of Ukraine, and no Russian claim to annex territory can take away Ukraine's right to defend its own land. If Ukraine stops fighting, Ukraine ends. That's why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Ukraine as it defends itself. 罗西亚是搁一摆讲到，进前国际特色组织发表的报告，指控乌克兰以家己的民众做人肉盾牌，已经会使讲是战争罪，但是各方所甲责任拢撒互俄军。У нас нет никаких иллюзий, что сегодн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России и ополчением Донецкой и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не только неонацистск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но и военная машина, 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Запада. Цель очевидна. Они ее не скрывают, они ее декларирую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затянуть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жертвы и разрушен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истощить и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但是，就伫咧大家抢来抢去的时阵，顿巴斯地区佫传来炮声。顿内茨克的地方官员讲，乌克兰去炸有真侪人的市场，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到底什么是真的？轰炸和公投敢有关系？即马嘛是也无清楚。但是当看到大家佫开始紧张啊！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阮本来咧制作这节目的时阵，就甲制作人咧讨论讲，咱一直来讨论这罗西亚开始乌克兰战争啊。看8、9个月这连续剧比看娘家更较久嘛这到底对咱台湾民众来讲有啥物意义？初初开始讲咱就爱团结才有通自助人助但是咱佫看到国际社会顶头，其实无一定拢是仁义道义来为先啦利益来上先。咱来看这各国领导者咧讲话拢种艺术的你看。习近平伊讲咱准备甲罗西亚同时联手，树立一个负责任这个形容词世界大国的榜样发挥领导作用，甲变化真紧的世界纳入会当继续积极发展的轨道这个讲甲真艺术中性，但是意有所指普京就讲，咱高度边界咱中国朋友伫乌克兰危机平衡立场我理解，我知影啦，我知影你有困难啦，恁的问题甲担心啦，印度总理，我有通买你的石油足好诶，但是即马毋是战争的时代，我已经伫电话内面甲恁讲过啊啦，你嘛帮忙普京就讲，唯一的问题，这个毋是岛友，毋是边岛的问题，是岛友的问题啦。是对方是乌克兰，因无爱来谈判啦，所以呢，因的外长，罗西亚的外交部长美国这个骂替中国这个骂台湾讲台湾呢，伫咧周边呢生火，华府甲全世界当作是家己的后院，西方。讲要来咱国家遭受到军事失败嘛无要来演示着讲摧毁、分裂、
俄罗斯一摆问人，哦，因这嘛是安尼吼。我要来请教着院长，因这三个人，因这三个人，在讲话吼真艺术。你现在分析这习近平伊这个讲法。我想吼，即马即个对普京啦，因为伊是一个源头嘛，伊伫迄个上海合作组织的迄个峰会顶悬，伊就讲啊嘛，伊讲了，基本上伊甲中国即个习近平讲嘛，吼，就讲你的问题甲你的担心，吼，我了解，啊，我会想办法吼解说，互你了解，意思讲互你安心。但是即个就是西方，大家拢会问讲啊，到底中国是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担心？什么？啊，我家己想啦吼，就是讲中国甲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因有家己的管道，伊若要讲啥，其实咱大家拢唔知，伊根本就唔免伫咧公开的顶悬讲，伊拢无需要，所以伊也伫咧公开讲出来，就代表伊私下无法度讲好势，靠法度对，就是讲一定有啥物讲袂出来，吼啊，伊普京讲出来了，我家己要，我要，就是讲咱两个也要好，就是讲我中国要交你俄罗斯也要好啊，上无莫互西方去掠着咱两个好的证据啦。吼啊，要好啥物？吼啊，你会使讲，啊，我会使提供的，我就提供。但是上重要就是袂使互西方去掠包，吼，就这个问题啦。哦，这个讲啊真艺术咯，头来暗去安尼。对啊，啊，所以伊即摆安尼讲，就是讲互外国西方来听讲啊，我交中国也佫有一寡讲袂好势，吼，所以你若意思啊，莫去想讲，莫想中国有来甲我啥物援助啦，吼，啥物，其实我也袂讲好势的。啊，事实上，我已经讲啊，我讲，因这两个国家若是要讲啥，私底下就会使讲啊，绝对无需要提出来公共场所出来讲。啊，出来提出来讲，就是讲好听也是安恁西方的心啦。讲啊，阮两个也袂讲好势，事实上，因两个安怎西方永远无可能知啦。咱还有空间通好瞧。对啊，你永远都唔知啦。就是讲，因两个不管同意无同意，因袂表现出来，所以恁西方多拢是干那要尔。是，姜老师，你的看法呢？其实哦，主持人头拄迄画圈圈、画红线哦，你重点无画到，你知道？我给你点一下，重点就是第一行逗点那个联手啦，联手要圈起来，圈那个地方，下面都是屁话啦。啊，下面都是屁话。你知影？今嘛，伊就头就碎落啊，伊当然爱甲停落啊。啊，你看，俄罗斯嘛。足甘心的啊，台湾问题嘛提出来讲啊，以前拢唔捌讲过啊。一开始就讲啊，你开始甲迄北京在复合嘛，好，所以讲，即马咱会使来看，即马的局啊，中国甲俄罗斯合共同对抗西方，即马个大的格局，你要有这个大格局，即马安尼来看。啊，所以讲，因像院长讲的，因私底下要安怎做啊？阮坦白讲，伊当然嘛袂甲你讲，因做到什么程度。啊，毋过伊这上主要，迄是对外讲的。上重要，你看习近平讲啊，就已经足甘心啊，讲我会甲你共同联手。中苏联手对，我甲你联手。啊，普丁嘛讲啊，我多谢你了解阮的立场，吼。哇，知你反对什么？对，啊，所以讲其实因不，这显示的一个意义啊，就是讲因这个，就像以前讲的所谓，当然不是像讲合作无上限吼，像以前但是这应该是安尼讲说，咱一般少年人来讲，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已经先上车后，你们后补票。哦，说，唔知已经头来唔久啊？应该交往偌久啊？哦，所以重点是咧同事联手。对啦，联手啦，重点是联手这两字尔啦。是。所以讲，因联手这个大前提之下，所以你看俄罗斯哦，迄台湾问题嘛，要个支持啊，吼，要看甲美国考试啊。所以我讲，即马这个局。中共甲俄罗斯合手对抗西方，这个态势已经形成了。对，即马是这个趋势。伫欧洲，即马都是乌克兰；伫亚洲，即马当然台湾是一个热点，吼。
其实呀，台湾即马就是一个热点。是，张老师，你敢有同意这种看法？因这已经偷来暗去，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已经是多年啊。敢需要偷来暗去？这个印度甲苏联的关系足好已经几啊十年啊。印度的武器上侪拢是这个苏联甲罗西亚制造。对啊，所以这你敢需要偷来暗去？根本无需要偷来暗去啊。哦，这个中国来讲吼，这个习近平做国家主席做12年吼，甲普丁见面37遍啦。吼，因两个人的交情哦，不管是国家外交、国家利益，甲是个人家己的关系吼，其实是足好。足好。哦，所以这根本拢唔免偷来暗去，看就知影。只不过是中国甲印度用什么方式吼去加入、去支持，吼，这个还是去这个默认这个罗西亚对乌克兰的侵略尔啦。吼，讲实在，这是国际上政治吼，这个近年来讲，伊个足不幸的发展啦。所以咧，我个人以上这看法就是吼，这个罗西亚总统普丁吼，伊无遐尔无自信啦。伊实在是真正是认为这个战争伊是有赢的可能，有法度赢，伊有法度赢，而且咧，伊赢的这个目标吼，可能就是吼，这4个所在吼，拢是变做罗西亚的土地。假是以这个为目标吼，讲实在，我感觉离伊成功无足远的啦。哦，所以咧，伊常常讲这个核子武器，我加讲2句吼。假是伊真正爱用吼，敢需要拍遐尔久？早就会当威胁啊！就咱话讲，伊见到民众应该3个月。敢需要去死遐尔侪人，去拍遐尔久，去拍心酸的哦。但是，所以咧，一定有一种原因甲理由吼，限制伊使用核子武器。无一开始就会当使用啊！乌克兰无核子武器，毋是即马阁无啊。2月战争开始的时阵就无嘛。罗西亚有核子武器嘛，毋是即马阁有嘛，早就有啊。所以咧，我个人是认为吼。对伊来讲吼，伊看准的就是欧洲咧，假使毋是乌克兰规国灭亡，规国无去，吼，只係一部分所在，互罗西亚食去吼。欧洲可能吼上大嘅反应吼，就是伫在尔，吼，无可能讲真正出。所以你感觉欧洲人还是普遍啊尔啦？因为到底哦，因为乌克兰嘛毋是北约嘛，你讲爱欧洲各国嘅政府吼，爱说服伊人民吼，为着乌克兰战争吼。老师你安尼讲，我就想着讲，咱被美国当作是非北约的盟邦这件代志，我小可心头大大呢。这本来吼非北约盟邦吼，这是第一，吼美国有美国嘅政策啦。吼，假使伊真正甲你斗相共，你毋是北约盟邦，伊会来斗相共啊？伊出兵去阿富汗的时阵，阿富汗敢是北约盟邦？伊嘛毋是啊，系啊对无？巴基斯坦嘛毋是北约盟邦啊，但是美国甲巴基斯坦的这个合作嘛是足济啊。吼，所以咧，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的运用啦。但是我个人是感觉吼。这个真正对这个普丁来讲吼，伊真正目标吼是一步一步啦，蚕食鲸吞啦，吼一句这个古早人讲的话。所以咧，伊这个4个所在公道过，不管正确还是这个无民主，吼，伊就是高民配，伊就是食起来。对啦，这4个所在人拢爱归到这个罗西亚啦，所以为以后吼，你乌克兰吼爱拍这4个所在的反攻吼，变做是你侵略哦，毋是我侵略哦，是你侵略，毋是我侵略。所以当然啦，伊讲这种话是全世界人无人爱听啦，但是重点是国际政治常常拢是这个强权。有效果比有道理较重要。而且伊嘛看准吼，就是即马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足大，所以咧，美国嘛无可能同时伫亚洲、伫欧洲吼同时战争变2度用兵，这是无啥可能。是。而且本身台湾吼，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统派吼是非常之侪啦，所以普丁就讲吼，中国爱摕台湾吼，讲实在无啥尔困难啦。哦，所以颠倒咱罗西亚老师你讲到就老惯，我来请教的意见吼。咱讨论较济吼，其实就是要问讲，咱台湾对咱有啥物启示啊？初开始就是讲，乌克兰你若有团结起来。咱若是团结起来，咱就会当了抵抗着，那别人就来帮咱。但是咱来看，
世界各国人因拢有家己的自身的利益，但是一方面，罗西亚伊若是要食乌克兰，其实是3个月应该就食起来啊。吼，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甲看，已经拍7个月啊，伊是到底当时要来收山？吼，这头一个。第二个是，对着咱台湾，吼，到目前为止有啥物启示？你来先来甲我回答。当然，伊即个战争开始吼，我想大家专家拢知啦吼，伊嘛是用传统的战争啊，可能是要拍去首都吼，逼你投降，战争就结束了。结果大家拢知影伊无顺利嘛，所以1个月了，伊马上就改变伊的规个迄个战争的方式嘛，吼，改制伊讲伊的目标就是伫咧即个乌东这两个即个共和国嘛，吼，就是这2州啊，吼。所以老实讲啦，吼，普京伊到即马，伊也正是要结束，甲即个战争结束，伊即马就会使宣布啊，因为伊已经达成伊的目标啊，对，已经达成伊的目标啊，但是结果伊咧乌东了，佮占去乌南，佮占去迄个克里米亚北部这2个州嘛，吼，扎波罗热甲迄个赫尔松，变即马较变成有4地4州，啊，即马伊就是我家己的看法，伊想要结束啊，所以伊要举办公投，所以公投这4州就是已经对外宣布，就是这4州我要摕起来，啊，我也赞成迄个张教授讲的嘛，吼，就是这4州啊，这个了。到时阵，乌克兰啊反攻，伊就讲迄是你侵略啊，嘿，这已经变成我俄罗斯的土地啊。增加法理上的正当性。对啊，当然，即摆的争论就是讲，你对这个公投，所以迄个布林肯较多主持人嘛有讲嘛，伊就早伊就讲这是假的公投，伊无要承认这个公投，但是公投有要承认，无要承认，伫咧国际上的实际的情形，就是看你。武力的大势嘛，你占袂掉嘛，所以你对啊，你的动员是要创啥？就是要甲你公投了这4州爱占袂掉嘛，对啊，你也占袂掉，你公投讲你的有啥物内容呢？好啊，所以我感觉伊的牌已经出来啊，好啊，就看西方。当然，咱第三者来看，当然是无公平嘛，伊是对抗占人的土地，但是问题是讲，就甲主持人直直讲的，有效比可能比有道理较重要啊。但是这是毋是一个真理啊？世界有当时现实，对，就是事实，就是安尼嘛。部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转来到咱台湾的问题嘛。吼，我想这个原则确实若是会使成立，大家也是同意。咱当然有咱的望嘛，当然咱爱加强咱家己的防卫的力量嘛，这是一定啊，人来欺负咱，咱一定爱反抗嘛。但是咱也爱真清楚了解国际的现实的情形嘛。今仔啥物国会来，啥物国袂来，就是伫迄个时阵发生的时阵，对伊的国内有好处无，有利益无。假使有利益，伊半暝会来；伊也无利益，你嘛免望伊会来啦。所以你困袂醒。所以代志发生的时阵会来袂来，伫咧进前讲较歹听是无法度预测的啦。就是讲，但是咱会使了解，就是讲，咱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对边仔的这个国家到底利益是伫倒位，咱嘛会使创造咱的利益，互咱的利益交别人会使结愈来愈暗，所以别人。为着伊家己的利益，伊就会来保护咱，这是咱家己会使做的。咱家己来先变做低瓜骨啦。嘿，洪总是。即摆来看吼，因为包括你普京个人的关系，甲国际政治伊咧算的这个招数吼，这个招来看吼，其实就像拄仔印度讲来讲，伊即摆就是想讲要甲摕到这4个甲占无好，但是我要来桌顶来谈判的时阵吼。啊，我个这像讲吼有诶吼，像迄这去乌道吼，我家私先放桌顶，甲大家讲讲，这个这地就是安尼开始讲，为才开始处理啦，吼，其他咱莫讲。啊，即摆就是核子武器也是讲，变做讲是单化桌顶进前爱先去解决的，是但压咧讲去4地，啊用这来换，恁若唔肯互我开，我就甲弹落去。啊，变做安尼来讲的时阵，可能。就像拄则咱遐分析的，这现实主义啦，吼，国际力量的大势，国家力量的大势，先去比了那个相对的利益，这是完全是正确的。就是讲，即马乌克兰伊家己营造出来，对全世界来讲，尤其是欧洲来讲，伊的价值是啥物？啊，咱台海嘛共款，台湾咱家己打造咱家己
有价值的部分是都是袂。有人讲吼，咱这个吼晶片足重要的吼，晶片足重要。但是美国财政部长个时间咧讲一寡反面的话，讲啊90%拢集中伫台湾，哦，尤其这高站的高站的全盘伫台湾，足危险的。哎，咱这听起来足奇怪，到底是要停湾，还是不要停湾呢？还是讲要甲咱台湾的台积电这产业链拢甲拆线，拆转落北去美国去？这变做反映中足侪反面的信号，所以可能嘛像拄则咱研究员讲来讲，这美国拜登政府哦，其实就是问题。哦，这是国内政治的问题，所以反映出来也怪怪。是，江老师，拜登不好。这我个人意见。不要紧，你表达你个人的意见。对咱台湾有啥物启示？那么赶快来请教张老师。长话短说，2点。头一点，自助人助啦。好，你若毋望大家要外口的人要甲你斗相共，你家己啊爱先做好，互别人感觉讲我甲你支持是值得的。自助人助，头一点。第二点，战争啊，毋是讲你较大仗你就赢。寡可以击众，弱可以击强，这2点吼。所以讲，咱当然，头拄啊，咱内面嘛有讲，美国到底是会来还是袂来？拜登那像第4届讲，要协防哦，对吧？这吼，这拢是啥？贺主啦。我就先讲头前，上少我。打嘴炮，我讲到喙烂全破，无要紧，对，我先讲贺主，咱其实就像什么非北约、盟国，迄拢是啦。台湾政策法，咱以后会使来看。所以讲，这一切拢是要贺主，透过伊讲所谓的以外交外交的手段，来围堵、来贺主中国上少伫台湾这地。啊，毋过咱若转来头拄啊，迄上尾啊吼，贺主啦，外交的手段上尾啊，拢无效。那你的侵略者，伊铁了心，伊要拍，就像阿强对咱台湾讲，伊敢有除了统一第2条路，互咱行无嘛？你若无甲统一，伊就甲你拍，就遐简单嘛。所以讲。伫这个状况以下，乌克兰会使互咱上大。我个人讲，长话短说，遐济物件咱会使学。不过上2点，我头拄讲，自助人助啦。弱可以击强。是，都是安尼。张老师呢？我拢总同意啦。研究讲的，研究员讲的吼，甲郭老师、黄总兄讲的，我拢同意吼。其实咧，以前人讲石油最重要。所以咧，中东吼，拢有石油，所以地位足重要。但是咧，科学发展，美国本身嘛会当有页岩油。以前科学无发展的时阵，页岩油足贵的。结果咧，科学发展，页岩油就变到有效，所以美国变做石油的出口国。无欠油。所以咧，咱台湾今仔日一部分人常常咧讲，咱晶片偌重要吼。晶片唔是石油呢，晶片嘛是人做出来的物件呢。你讲其他国家永远拢做袂出来，永远拢爱靠台湾，尤其是美国这种世界科学上进步的国家，中国这种不惜一切投资国家资源拢去做的国家永远拢无可能超过台湾，永远拢伫这方面需要台湾敢有可能？敢有可能？为科学发展战略历史来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咧，台湾的重大问题头拄各位先前咧讲话，我甲补充就是一部分人受过乐观，永远拢感觉讲咱地理的位置，这个所在重要，地缘政治啦，台湾海峡啦，第1岛链啦，安尼话无，即马就讲啥物4岛啦，这种其实啦，科学的发展可能有一天这个物件变做无较重要。其他国家会当发展，这嘛唔是无可能啊。
30年前，敢有人感觉台湾有有影，迄30年风水教论对啊的，30年前，敢有人会发现台湾30年后变做晶片最重要的所在？30年后以后咧，所以咧，这种一部分人就受过乐观，另外一部分人哦，可能受过悲观。感觉讲台湾吼，可能咧，对这中国来讲，咱熟悉中国大，所以咧无什么希望。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所以头拄啊研究员讲，比较重要就是吼，历史上吼，弱拍强唔是无可能，但是咧重点是啥？你本身要团结，爱论啊，爱论，而且咧你方法爱正确，团结，但是你方法无正确，敢有路用？还是无路用？你上勇敢，上拍拼，但是咧路行唔到，甚至我常常讲，你去高雄。